那么人负责出惊哩啦，所以讲这石头无，但是人讲麻烦大家家己讲无声，啊，等下才袂讲，共同惊，我是讲平常你讲话爱叫住。好啊，咱今仔日这个生活表演会是我们本市生活本市2013啊，叫想的这个作品集啊，另外一套册是这个台湾的故事。啊，我是主持人啦，我就是负责饲这个大虾米啊，甲那个照片书记啦吼，所以我无啥着。咱即摆就是请饲这个主人家，请这主人家鼓励台湾馆的馆长黄志聪黄馆长来致辞。各位国民大家好，大家安。今天啊，真欢喜有这个机会吼，这个体验，啊，我是对机会，啊，等来台湾馆吼来做馆长，啊，为了听迄个董事在讲吼，啊，嘛迄个陈明仁学长吼，啊，这大家吼，这老师以及大家吼都讲，他当吼咱也不想吼，在办这个活动，我讲讲意义吼，所以讲嘛，台湾馆来合办吼，这个活动嘛提供这个互大家吼，会当安尼一道啊来遮做伙走落来吼，来对咱的本土的文化吼，啊，甲本土文化，啊，大家做伙来探讨，啊嘛是大家来关心啊，这个文化啊，即摆就是讲迄个等下吼，因为我较真啊，过来讲吼，因为迄个台南市政府吼，伊有正迄个重视这囡仔吼的教育吼，伫隔壁吼，隔壁遐有一样吼，啊，较真啊，因我去选去迄个外口吼，去迄个设计就对啦，吼，设计吼，爱参加一个吼，这个处处是迄个市政府吼，迄个咱市政府甲文化馆大家共同合作吼，就是30年吼，2年1年吼，啊，这个嘛是真感谢嘛，所以讲迄个文化馆甲市政府拢有维持真好的迄个关系吼，就是讲迄个因感觉吼有意义吼，啊，迄个对甲文化有关系，拢会找我来合作吼，啊，我嘛是真欢喜的，会甲迄个做伙来参与，所以讲，真歹势我就较无法度决定吼，啊，就是确定我会出日，吼，就先甲大家报告，所以就讲配合我吼，啊，时间袂早吼，叫我出来讲一句仔话，啊，就是讲先甲大家讲一个抱歉吼，感谢大家吼，谢谢。过来，我是要请这个主持人，这个调罗马尼协会理事长李文静李议员，大家讲几句话。我副调车班啊，我是讲吼，伫外口的这个反对不良的社会议员的政策吼，我是讲，虽然伫外口呢参加这个加入来吼，今仔日是咱这个新册发表会吼，咱知影讲这个咱第二届吼，也是讲国语的这个这个册发表吼，实在讲，咱真感谢遮个一寡国语的这个作家吼，因为伫台湾即款环境吼，会使讲这个含花异地的吼，一段差到这吼，这是讲是真大这个情差吼，咱嘛真感谢各有遮个安尼坚持啦吼，这个保语吼的一款的一个安尼拍拼遮个人吼，啊，搁再讲有这个文学的遮个一寡这个作品吼，也是讲新册这个发表，这拢是台湾足珍贵的一个遮个见证吼，伫这个咱新册发表会这个中间吼，咱嘛一个诚深的这个感触啦吼，就是讲，因为咱民间遮尔拍拼吼，遮尔努力，毋过这个政府你若无讲来斗争吼，也是讲要安怎来拍算吼，敢若咱民间在遮咧做吼，咱嘛诚忝咧吼，而且效果足有限的，所以咱看到进行这个教育部长吼，就是讲咱
去争取啦，去甲安尼建议啦，甚至甲抗议啦。啊，讲即个咱的母语的课程12年国教吼，即个课纲吼，要伫国中、高中吼，啊，要当来吼，家己做必修。啊，但是到尾啊呢，公共的佫有方咧背。啊，伫即个公听会中间吼，我有去参加高雄甲台中2场，啊，会使讲一面倒的即个声音啦。吼，虽然讲政府吼，讲咱遮的人吼，安尼规矩拢莫来插上好，吼，啊，即个母语吼，即个无重要。啊，毋过呢，咱民间吼的即款活力吼，会使讲安尼足强的啦。吼，所以我看伫高雄，看伫台中吼，啊，大家安尼100%吼，啊，包括原住民的啦，包括客家的啦，大家就是要求讲，即个无论安怎一定爱甲即个母语家己做必修伫国中、高中，到尾啊呢，即个即摆讲个无啦。吼，所以我讲吼，即个政府真正实在是爱对咱去革命。啊，你讲服贸吼，啊有若安尼无要听人民的声音，吼，啊，即个不良电厂，啊，伊嘛无要听人民的声音，啊，像讲即款母语吼，即咱一定爱去细汉的时阵到大学的时阵，爱有一个完整的一个制度，啊，结果吼，即摆嘛又搁无去啊，吼，安尼咱即个母语的发展吼，即个会使讲是雪上加霜啦，吼，啊，所以讲会当安尼来抢救即个母语吼，即个实在是真困难，所以无怪咱即个咱母语界即个朋友吼，即个友士大家安尼足辛苦，吼，而且嘛，大家表示上大即个敬。我讲吼，咱可能爱用革命的吼，爱来甲抗议啊吼，咱是毋是讲吼，爱来教育咱吼，即个阮台南市议员吼，即个陈秀元吼，父母哈手吼，伊是太阳族的，啊，昨下晡伊就去迄个教育部吼，去甲抗议啊吼，因为咱这是台语的部分，即个原住民语的部分吼，原在拢受着诚大的即个影响吼。你若讲无法度有即个母语的即个必修的课吼，即差不多咧消失足紧的，10档、3档到来全面的消失去。吼，所以即个原住民的伊像相当的紧张啦，吼，对政府嘛相当的即个不满。所以我想讲吼，咱今仔日即个新鲜发表会即个中间吼，是毋是咱吼安排一工来教育部吼，来向教育部抗议啦，啊无即实讲，即讲道理的吼无效的吼，啊可能咱就爱安尼用即个较强硬的手段吼来采取一个抗议安尼看，啊无啥介少即个社会大众吼，较侪人知影吼，而且含大家安尼三甲面面啦，祝咱今仔即个新鲜发表会吼，来当安尼成功吼，大家身体健康嘛，就是。感谢鼓励我。过来要选的之前吼，因为后来就是对个上重要部分嘛，啊，要安尼进行的时候，爱麻烦大家是迄个真一个欺负，啊，大家享受这个宗教影响，所以咱麻烦大家就是骹无锁在迄个雨伞头上，啊，是做伙翕相，做一个纪念物嘛，嘛趁讲你啊，对不对？